小拍热车爆炸庆节，电影内底这画面无简单，拢是爱靠特技人员。下暝7点半，青春台的网节目带大家来看幕后的这阵人。3、2、1。电影内底爆炸甲调情的画面，虽然敢若短短几秒钟，不过背后拢是靠专业的团队周至的准备，才会当确保效果甲安全。即马台湾的影视动作圈内底，足侪少年辈起来。啊，其实这个少年辈对安全这块愈来愈重视。小拍的场景若要看落日头8天，看落哪像真的？若位真悬的所在落落来，用啥物款的姿势甲方式较袂受伤？还佫有小拍跳招的眉角角，是加做动作特技人员初阶的课程。OK， 好，来你看哦。有咱今仔上课的部分安尼，就是阮嘛是平时拢爱学讲怎样保护家己，然后安尼才会使阮出班的时阵，才会使尽量莫受伤。红4号从成立公司以来，就甲成员拍拼改善动作特技科的工作环境，亲像位真悬的所在，跳落来涂骹珠仔练习。第一要练习火车烧龙进前，踮引擎挂顶悬粗软软的珠仔，还佫有拍伫车的顶悬，伫车驶行进前，详细确认有用安全气囊。甲早期拍片无共款，现出时这个科仔是佫较注重安全甲专业性。因为所有人的不管他要练什么东西，都不是一触可及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持续的下去，想要让台湾的动作更多元、更有趣，或是更完善。台湾动作特技虽然起步有较慢，不过是发展了真紧。这阵新生代的少年人，期待未来甲韩国、香港等等的所在会当做伙徛起，伫国际舞台展现台湾动作特技独有的特色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